多事情当然就是回不去了。有很多事情回不去了。像是什么事情？比方说，是感情的事情回不去了吗？喂，你们听我就会没有啦，就会喜欢问，我是刚好问一下顺着歌名问的啦。是。啊，这个我就灰单了嘛，对不对？回答什么时候的事情？有一段时间了嘛。之前有传言过一次，是那个时候嘛，大概2、3年前。其实蛮久了。之前强哥就有说是分居，所以后来是真的可能已经协议离婚那个的。是。是在小弟上一场小弟就是演唱会之后嘛。其实有一段时间了。强哥，你还记得那个年份吗？2010几年的时候，因为毕竟是媒体，需要写个正数字，发长方问啊。对。您别这么顽固。我们是我们对新闻很顽固了，大家呀。那个，其实我们在2010年就协议。2010，所以11年级。差不多。反正所以这一段11年来是你们就是也都没有见面，因为之前有啊，我们还是家人嘛，有时候我们还是会带小孩出去旅行啊，这样出去玩啊。就现在还是像好朋友的状态，那种家人的状态这样。家人。所以3个小孩都是跟强哥，3个小孩，2个跟我，1个跟他。那请问前妻现在是住在中国吗？还是也在台湾？就住在上海。住在上海。一直迟到现在才公开，是因为顾虑到说不要让小孩子知道。小孩子都知道，当下就有跟只是我比较忙一点，没时间公开。所以小孩都是很坦然的接受。我觉得现在小孩们其实都还蛮怎么讲？他们心里面都明白。只是当然就是说，过程当中当然他们也会觉得不能接受。我觉得我孩子们好像都比较早熟，就蛮能够体会这种分分合合这种事情。